有啲嘢越係睇落安全，越容易令人放低戒心。你話油炸嘢傷身，老人家聽到多數都會驚。你話肥肉食多咗會痢滯，大家都明。你話臘腸、午餐肉、燒味唔好日日食，好多人都會點頭。但你同佢講水煮蛋唔可以亂食，尤其50歲之後更加要小心。佢反而會望住你笑話：陳師，你唔好嚇我啦！水煮蛋咁清淡，冇油冇鹽，又唔係煎蛋，又唔係炸蛋，點會有問題？我同你講，最怕就係呢種想法。水煮蛋本身唔邪，雞蛋亦唔係咩洪水猛獸。老一輩成日講雞子可以養人，雞蛋味甘性平，對某啲身體虛脾胃仲受得住嘅人嚟講，的確係可以補一補氣血，養一養陰津。後生仔做完粗重工，食一隻蛋，精神好啲；病後身體虛，食少少蛋羹，慢慢養翻個底。呢啲我都唔否認，但問題係補物從來唔係人人受得起，尤其人一過50，身體入面嗰副機器已經唔係20幾歲嗰陣咁爽快。你食落去嘅嘢唔係入咗口就一定變成氣血，中間要靠脾胃運化，要靠身體將有用嘅精微吸收，將冇用嘅雜物排走。脾胃健食落去係補，脾胃弱食落去化唔開就會變濕變痰變鴨。日子一長，痰濕同淤血纏埋一齊，血脈就冇以前咁暢通。中醫講脾胃生痰之源，呢句話好多人聽過，但未必真係聽明。佢唔係淨係講你喉嚨咳出嚟嗰啲痰，中醫講嘅痰有形嘅痰，亦有無形嘅痰。有形嘅痰你咳得出嚟，無形嘅痰就藏喺身體入面，喺皮下，喺臟腑，甚至喺血脈之間。你個人成日覺得頭重身重，胸口翳住，肚腩越嚟越大，舌苔厚厚膩膩，口裏面黏黏粒粒，食完飯就眼瞓，行2步就攰。呢啲就唔係單純年紀大咁簡單，好多時已經係痰濕困住。最麻煩嘅係痰濕留得耐就會阻住氣血運行，氣行血先行，氣滯血就容易瘀。你身體入面濕特重，氣機唔順，血行得慢，時間一長就容易變成痰瘀互結。用中醫講係痰瘀淤血阻住脈道，用街坊聽得明嘅講法就係條血路冇以前咁清，冇以前咁順，慢慢開始塞，開始硬，開始唔通。所以我成日同啲街坊講，血管唔係一日倒死嘅。唔係你今日食咗一隻水煮蛋，聽日條血管就即刻塞住，冇咁科張，亦唔可以咁嚇人。真正可怕嘅係，你日日都覺得自己食得啱，日日都用同一種錯法去補咗10年8年，身體一路化唔開，你仲以為自己好養生。到有一日頭暈、胸悶、手腳麻，行樓梯唞大氣，去檢查先嚇親，原來血脂高咗，斑塊有咗。血管已經唔係以前嗰條血管，你話冤唔冤？你明明係想補身，點知補到最後補出一身痰濕？你明明係想養血，點知養到最後血行唔暢？你明明覺得水煮蛋最清淡，點知清淡2個字竟然變成你麻痹自己嘅藉口？好多50歲後嘅人食水煮蛋最常犯嘅第一個錯就係以為冇油就可以任食。有啲阿叔阿嬸一朝早起身2隻蛋打底，有時覺得今日攰啲就3隻。有啲人仲會講，我又唔食肉，我食多隻蛋有咩問題？你聽落好似好有道理，但中醫睇嘢唔係咁睇。中醫唔係單單睇你有冇油，亦唔係單單睇你係咪清淡，而係睇你個身體受唔受得住，化唔化得開。水煮蛋表面清淡，但蛋黃本身係滋膩嘅，滋膩唔等於壞。滋膩可以養陰，可以補虛，但前提係你要化得開。就好似落雨之後，土地乾爽，適量嘅水可以養苗。但如果塊地本身已經積水，排都排唔走，你再日日淋水，唔係養苗係爛根。人嘅脾胃都一樣，脾胃強，食一隻蛋化成氣血；脾胃弱，2、3隻蛋落去，化唔開就變成濕突。好多老人家有個錯覺，
以為自己攰就一定係虛，以為虛就一定要補，以為補就一定要食蛋。其實50歲後最常見唔係純虛，而係虛中夾濕、虛中夾痰、虛中夾瘀。你睇佢面色唔夠紅潤，好似虛，但你再睇佢舌苔厚膩、肚腩大、口氣重、大便黏、飯後困、腳步沉，呢啲就唔係單純唔夠補，而係中焦塞住，脾胃運化唔開。呢種人最怕亂補，因為一補就好似喺一條已經塞住嘅水渠再倒嘢落去，倒得少仲勉強流得走，倒得多就越積越臭，越積越濁。你以為補入去嘅係精華，其實身體收唔到，最後變成負擔。第二個錯就係食水煮蛋配錯嘢。你留意下好多老人家嘅早餐，表面好清淡，其實暗藏殺機。一碗白粥，2隻水煮蛋，旁邊一碟鹹菜，一小碟腐乳或者讚豉油。有啲人再加2條腸仔，2片午餐肉，話少少啫，送粥啫。呢餐睇落好似冇大魚大肉，但對脾胃對血管嚟講，日日咁食真係唔輕鬆。白粥入口快，播得快，亦都餓得快。鹹菜、腐乳、豉油鹹味重，容易困住水濕。腸仔、午餐肉呢啲加工肉，肥膩鹹香，最易惹人食多。你再加水煮蛋，蛋黃滋膩，成餐嘢入到脾胃，就好似清嘅、得嘅、鹹嘅、膩嘅一齊堆入去。你後生可能頂得住，到50歲後，脾胃運化慢咗，濕滯排得慢，日積月累就容易生痰。我以前見過唔少街坊，嘴上話自己食得好清淡，但一伸條舌出嚟，舌苔厚到好似鋪咗一層白灰，有啲仲帶黃脷。我問佢平時食咩，佢話我好簡單咋，朝早白粥水煮蛋，夜晚都係煮啲麵，落少少火腿腸。你聽到呢度就知，佢所謂清淡，只係冇大鑊油炸，但唔代表脾胃冇負擔。清淡唔係冇味，亦唔係日日白粥水煮蛋就叫清淡。真正清淡係少油、少鹽、少加工，仲要有菜、有氛圍、有粗糧、有變化。你只係食得寡，但食得偏，食得單一，食得鹹膩，身體一樣受罪。第3個錯就係唔睇自己體質，見人食你又跟住食。有啲人見隔離張伯80歲，日日一隻蛋，精神奕奕，就跟住學。你要知道，人同人唔同命，亦唔同體質。張伯日日行公園，一日行1萬步，飯量有節制，舌苔乾淨，大便通暢，脾胃仲好。佢食一隻蛋係補。你日日坐喺梳化，食完飯就瞓，肚腩頂住條褲頭，舌苔厚膩，口苦口黏，血脂又高。你照跟人哋食2隻3隻，咁就唔係養生，係自欺欺人。中醫最講究辨證，同一樣食物對唔同人效果可以完全唔同。生薑有人食咗暖胃，有人食咗上火；紅桔有人食咗補氣血，有人食咗更加撐。雞蛋都一樣，有人食咗精神，有人食咗胃頂、口黏、痰多、胸悶。唔係食物變咗，而係人唔同。所以我唔怕你食水煮蛋，我最怕你唔識分自己係咩狀態。如果你50歲後成日覺得身體沉重，朝早起身口裏面念，刷完牙都覺得唔清爽，食少少就肚親，食完飯好快眼瞓，大便黏廁所，沖幾次先乾淨，舌苔厚膩，舌邊有齒痕，胸口間中翳住，好似有嚿嘢壓住。手腳唔算凍，但就沉，行路唔爽。呢啲情況你就要醒一醒。呢個時候你仲日日2、3隻水煮蛋，仲話自己補身，就好似一間屋已經潮濕發霉，你仲日日搬厚棉被入去，越搬越焗，越焗越臭。有啲人聽到呢度會問：咁係咪50歲後就唔食得水煮蛋？唔係，我再講多次，水煮蛋唔係毒，亂食先係毒。最怕嘅唔係食一隻蛋，而係你將一隻蛋當神藥，當護身符，當成每日必食、越多越補嘅規矩。
養生最忌死板，易經講變講時位講陰陽消長，你春天、夏天、秋天、冬天都用同一套，你後生、中年、老年都用同一套，你血脂正常同血脂高都用同一套，你脾胃好同脾胃弱都用同一套，咁就唔係養生，係唔識變通。水煮蛋真正要小心嘅地方，就係佢太普通、太常見、太容易令人覺得冇事。好多壞習慣都係咁，唔係大奸大惡，而係日日一啲啲，慢慢磨你。日日多一隻，日日蘸豉油，日日配鹹菜，日日食完坐住唔喐，日日覺得自己好健康。3年5年之後，痰濕厚咗，血行慢咗，脈道冇咁通，身體先慢慢俾信號你睇。老祖宗講過，肥甘口味最易困住身體。呢句唔係淨係話肥肉甜食，亦係提醒你，凡係支離難化、過量失節，都會成為身體嘅負擔。水煮蛋雖然唔油炸，但蛋黃始終偏支離，對啱人係補，對錯人、錯量、錯配搭就會坐濕生痰。痰濕留得耐，氣血推唔喐就成瘀，痰同瘀一結，滅到就唔利。你話血管點會唔出問題？我講呢啲唔係要嚇你，亦唔係叫你以後見到雞蛋就驚。我係想提醒你，人過50唔好再用我以前都係咁食嚟安慰自己。以前你脾胃強，熬夜都頂得住。以前你行一日街，瞓一覺就回氣。以前你食2隻蛋、3隻蛋，身體都幫你化走。但而家唔同，50歲後，身體最緊要唔係猛補，而係通。脾胃要通，痰濕要化，氣血要行，血脈要順。你補得入先叫補，你補唔入就係賭。我想講呢個街坊唔係為咗笑佢，亦唔係話佢貪食。相反，佢係我見過好多中老年人入面最典型嗰種人。佢好惜命，好想養好身體，亦好聽老人家嗰套話。就係因為佢太信水煮蛋補身，所以一路食，一路補，一路覺得自己冇錯，直到身體開始出聲，先知道原來養生最怕唔係唔補，而係補錯方向。呢位街坊，我哋暫且叫佢阿德叔，57歲，未算好老，退休冇幾耐。以前做簽務成日搬搬抬抬，後生嗰陣身體好硬淨，病都少病。退休之後反而開始驚，因為身邊啲朋友一個話血脂高，一個話血糖高，一個忽然中風入院，另一個行下街心口痛，裝咗支架。阿德叔聽得多，個心就開始慌。佢成日同人講，人一過50真係唔可以唔養生。佢個養生方法好簡單，就係日日朝早食水煮蛋，最初係1隻。佢老婆朝早煲粥，順手放隻蛋入去煲。佢食完覺得幾好，肚又飽，精神又似乎好啲。後來聽隔離張伯講，雞蛋有營養，蛋黃補腦，蛋白補身。老人家一日1隻唔夠，做個粗重工嘅男人最好2隻。阿德叔聽完覺得好有道理。於是由1隻變2隻，有時前一晚瞓得唔好，第二朝起身覺得攰，佢就加多隻，3隻一齊煲粥，放喺碟上面，仲笑住同老婆講：今日補翻夠本。佢最中意嗰個畫面，我到而家都記得。朝早6點幾，廚房盞白光燈入走，煲入面啲水滾到啪啪聲，幾隻雞蛋喺水入面撞來撞去。佢坐喺飯台邊，戴住副老花眼鏡睇手機，等啲蛋熟，粥煲好，鹹菜切好，腐乳擺好，豉油倒咗1小碟。有時雪櫃有腸仔就煎2條，有午餐肉就煎2片。佢會先剝蛋，蛋白熱辣辣，蛋黃粉粉地，蘸一蘸豉油，一口咬落去，再扒2啖白粥。食完仲好得意咁講：我呢啲先叫識食，冇煎冇炸，水煮蛋最健康。你聽落係咪好熟？好多屋企都係咁。清晨1碗粥，2隻蛋，幾條鹹菜，好似好樸素，好似好養生。問題就出喺呢度，越係樸素，越容易令人覺得冇事。阿德叔食咗1-2年，身體開始有啲變化，
但佢冇當一回事。第一樣，佢朝早起身口裏面念，好似飲咗一晚糖水咁，刷完牙都唔爽。佢以為係年紀大，口氣重。第二樣，佢個肚腩慢慢出嚟，以前條褲腰鬆鬆地，而家一坐低就頂住。佢又話退休少喐啫，正常。第三樣，食完早餐好快眼瞓，明明瞓咗7、8個鐘，食完蛋同粥，坐喺梳化睇電視，未夠半個鐘就瞓着。佢覺得係舒服，係食飽想休息。第四樣，大便開始黏，沖廁沖幾次都好似唔乾淨，呢樣佢更加唔會同人講，只係自己心裏面覺得有啲麻煩。有一次佢嚟揾我飲茶，坐低冇幾耐，佢同我講：陳師，我近排唔知點解，成個人好似重咗，唔係話冇力，但就係懶喐，行幾級樓梯，個胸口有少少翳，條頸後面又硬，瞓醒都唔清爽，係咪氣血虛？我係咪要補下？我望一望佢個樣，面色唔係好差，但有啲油光，眼神冇以前咁清。再叫佢伸條舌出嚟，舌苔厚膩，舌邊有齒痕，中間仲有啲黃。呢啲唔使講太深，識睇嘅人一睇就知，呢個唔係單純虛，係痰濕腫，中焦運化差。我問佢：你平時早餐食咩？佢一聽就笑：我好健康㗎，朝朝白粥水煮蛋，冇油冇炸，有時加少少鹹菜腐乳，有時加2條腸仔，唔算多。我聽完放低茶杯同佢講：阿德，你唔係唔夠補，你係補到化唔開。佢即刻皺眉，水煮蛋都化唔開，雞蛋唔係補身咩？我話係，雞蛋係可以補，但補得入先係補，補唔入就係倒。你而家個脾胃好似一個老舊嘅磨盤，轉得慢咗。你日日掉2、3隻蛋黃落去，再配鹹菜腐乳豉油，再加腸仔午餐肉，小菜小粗糧，食完又坐住唔喐。你以為入去係營養，其實身體化唔晒就變濕、變痰、變壓，痰落一多，氣血就行得慢，行得慢久咗就瘀，痰同瘀夾埋就會阻脈道。阿德叔聽到阻脈道3個字先有少少驚，因為佢最怕就係血管塞。佢問我：咁即係我啲血管真係會塞？我同佢講：我唔係醫院儀器，唔可以淨係望你一眼就話你血管點樣。但由中醫角度睇，你身上已經有痰濕同瘀阻嘅信號。你唔改，呢條路就係向住血脈不利嗰邊行。你成日話怕堵血管，但你日日食嘢都係幫自己添㗎，咁身體點會清？佢當時半信半疑。好多中老年人都係咁。未見到報告之前，總覺得自己冇大事。佢仲同我講：我食咗咁多年蛋都冇事啦。呢句說話我真係聽到耳都熟。以前冇事唔代表而家冇事，而家冇事唔代表再過3、5年冇事。好多病唔係突然嚟，係慢慢鋪路，鋪到你以為嗰條路本來就係咁，直到有一日跌落去，先知道自己行錯咗好耐。過咗大概2個月，阿德叔真係出事，唔係大到要入深切治療，但足夠嚇醒佢。有日佢去街市買餸，返屋企要上幾級樓梯，忽然覺得胸口好膩，好似有塊石壓住，頭又有啲暈，手指尖麻麻地。佢企喺樓梯口唞咗一陣，老婆見佢面色唔對，即刻陪佢去睇醫生。後來做檢查，血脂高，頸動脈見到斑塊，醫生叫佢要好好控制飲食，唔好再當自己後生。佢攞住報告再嚟揾我嗰陣，個人靜咗好多。以前佢講嘢大大聲，成日覺得自己好識養生。嗰日佢坐低攞張紙出嚟，推到我面前，第一句就係：陳師，你上次講中咗，我冇話自己有幾準，我只係同佢講，唔係我準。係你身體一早講咗俾你聽，只係你唔聽。你睇舌苔厚膩係信號，口黏係信號，飯後困係信號，肚腩大係信號，大便黏係信號，胸口翳係信號。身體一路敲門，你一路覺得小事，到最後報告出嚟先覺得嚴重。其實由中醫睇呢條線好清楚，脾胃運化弱，水濕停，濕聚成痰，痰鬱內生，痰鬱阻住氣機，氣行唔暢，氣滯之後血行就慢，日久就成瘀，
痰瘀枯結，脈道自然不利。講俾現代人聽就係代謝差咗，雜物多咗，血液冇以前咁清爽，血管壓力一日一日加重。講法唔同，道理相通，但我要再講清楚，唔好聽到呢度就走去同人講水煮蛋等於堵血管，咁講係偏激。真正要命嘅唔係水煮蛋3個字，係亂食2個字。阿德叔食錯嘅唔止係蛋，係成個習慣。佢日日2、3隻，唔睇自己體質，佢以為冇油就安全，忽略蛋黃之利。佢配鹹菜腐乳豉油，加重鹹濁。佢間中配腸仔午餐肉，加重肥膩。佢少食菜，少食粗糧，少喐動。佢身體已經有痰濕信號，仲繼續補。呢幾樣加埋先係真正嘅催化劑。好多老人家就係咁，佢唔係一餐食到出事，係一日一日咁堆，好似一個水壺，入面本來只有少少水垢，你唔清，日日煲，日日沉，日子久咗，水垢越嚟越厚，到有一日水流細咗，你先問點解？身體都一樣，痰濁於血唔係突然有，係你日日食得唔合時宜，日日運化唔走，慢慢積出嚟。阿德叔後來問我，咁我係咪以後唔食蛋？我話唔係，你最要改嘅唔係一世戒蛋，而係戒亂嚟。水煮蛋可以食，但唔好當藥食；蛋黃可以食，但唔好當越多越補。早餐可以有蛋，但唔好成餐都係白粥、鹹菜、腐乳、腸仔。你要俾脾胃一條出路，唔好日日困住佢。之後佢真係改，由朝朝2、3隻改到1隻，唔係日日硬食。身體覺得厭，舌苔口嗰幾日就停一停。鹹菜腐乳收起，腸仔午餐肉少買，早餐加啲菜，加啲燕麥，間中食番薯。食完飯落樓行半個鐘，過咗幾個月，佢再嚟飲茶，個人冇話即刻後生10年。呢啲唔好誇張，但精神的確清爽咗，口冇咁黏，肚增少咗，行路冇咁沉。佢自己都講，原來我以前唔係補唔夠，係塞住咗。呢句說話，我覺得好多50歲後嘅人都應該聽入心。你唔係永遠唔夠補，你可能係通唔開。你唔係食得唔夠營養，你可能係食得太死板。你唔係水煮蛋食錯一次就會出事，而係日日喺錯嘅體質、錯嘅分量、錯嘅配搭下面食，食到身體無聲無息變疾。中醫有句話叫怪病多痰，久病多瘀。好多講唔清嘅沉重、胸悶、頭昏、麻木、疲倦，背後都離唔開痰濕同瘀阻。人一過50，陽氣冇後生咁旺，脾胃冇以前咁利，血脈亦冇以前咁柔順。呢個時候你再將一樣滋利嘅寶物日日硬塞落去，唔理身體受唔受，咁就好容易由養生變成添堵。所以阿德叔個故事最值得你記住嘅，唔係水煮蛋可怕，而係安全感最可怕。你以為水煮蛋安全，所以唔節制；你以為冇油就健康，所以唔睇配搭；你以為雞蛋補身，所以唔理體質。到最後真正堵住血管嘅唔係某一隻蛋，而係你日復一日嘅大意。養生唔可以靠想像，亦唔可以靠聽人講。50歲後，身體每一個信號都要聽，每一樣入口嘅嘢都要有分寸。食得啱，一隻蛋係補；食錯咗，一隻蛋都可以變成痰濕嘅引子。你要記住，補得入先叫養命，補唔入就係添堵。講到呢度，你應該明白，水煮蛋唔係唔食得，真正要戒嘅係亂食。好多中老年人一聽到話某樣嘢有問題，就即刻走去另一個極端。今日話雞蛋補身，就日日食到怕；聽日話雞蛋會堵血管，又即刻一隻都唔敢碰。呢種唔叫養生，呢種叫俾消息見住避走。真正識養生嘅人唔會走極端。易經講陰陽，講變通，講時位，時唔同，位唔同，人嘅身體唔同，做法就要跟住變。你20歲嗰陣食2隻蛋，打場波，出身汗，瞓一覺咩都化得開。你50歲後坐多過行，夜晚瞓得淺，脾胃轉慢，血脂又開始飆高。呢個時候仲用後生仔嗰套食法，就係唔知時位。
所以50歲後食水煮蛋，最先要記住唔好日日2、3隻咁硬食。我知好多老人家有個習慣，一樣嘢覺得好就日日食，食到變成規矩。朝早起身唔食隻蛋，好似今日冇補到身，心裏面唔踏實。其實養生最怕硬，身體每日狀態都唔同，天氣濕唔濕，你昨晚瞓得好唔好，你呢排大便順唔順，你舌苔厚唔厚，你胸口有冇氣，全部都會影響你今日適唔適合食蛋。如果你本身冇高血脂，脾胃又唔差，平時有行路舌苔乾淨，食一隻水煮蛋多數問題唔大。但如果你已經有血脂高、膽固醇高、冠心病、糖尿病、腎病，或者醫生已經叫你控制飲食，咁你就唔好聽隔離鄰舍講幾句，就自己日日2、3隻咁食。呢啲情況最好按自己報告同醫生或者營養師建議去調整。你唔好怕問醫生，亦唔好怕承認自己要節制。真正保命嘅人唔係最硬頸嗰個，而係最肯聽身體講嘢嗰個。第二樣，要停咗水煮蛋配鹹菜、腐乳、腸仔、午餐肉呢種早餐，呢個真係好多人中招。佢以為自己食水煮蛋好健康，但成餐嘢其實又鹹又滯。白粥加鹹菜入口滑，老人家覺得舒服；腐乳一夾落粥，味道即刻出晒嚟。腸仔、午餐肉煎到香口，配蛋食更加有滋味。問題係味道越順口，身體未必越舒服。鹹味太重，容易困水濕；加工肉肥膩鹹香，容易助痰肉。白粥太單一，補得快，營養又唔均衡。你再加蛋黃落去，成餐就變成清淡外表，作滯內裏。你上水煮蛋真係補身，就要識得配，唔好俾一隻蛋孤零零帶住一堆鹹濁入身。最簡單嘅方法就係早餐要有菜、有可為、有粗糧。譬如一隻水煮蛋配1小碗燕麥或者半條番薯，再加少少嚼菜、番茄、青瓜，咁樣成餐就唔同晒。氛圍可以幫腸道行得順，粗糧可以令身體冇咁快覺得空，蔬菜可以幫身體清一清度氣。你唔好覺得呢啲好普通，養生從來唔係靠神奇偏方，係靠日日食得啱。第三樣，要識得分清蛋白同蛋黃，唔好迷信蛋黃越多越補。蛋黃係有營養，但中醫睇佢偏滋膩，滋膩嘅嘢身體虛而燥，可能係好嘢，但身體濕而滯就未必受得住。有啲人食完整隻蛋冇事，有啲人食完蛋黃就覺得胃頂、口黏、痰多、胸悶。呢啲唔係你心理作用，係身體話俾你聽，佢暫時化唔開。如果你一食蛋就覺得煎，或者舌苔越食越厚，飯後越嚟越困，咁你就要停一停，唔好硬撐。你可以減量，可以隔日食，可以用蒸水蛋分薄啲食，可以用蛋花湯配番茄、紫菜、青菜，唔好日日2隻硬落肚。尤其血脂已經高嘅人，更加唔好自己覺得蛋黃補腦就任食。補腦都要身體化得開，化唔開未補到腦，先添咗痰。第四樣，食蛋唔好空腹急吞，亦唔好食完即刻坐定定。好多阿叔阿嬸朝早趕住出門，2隻水煮蛋3兩啖吞落去，再灌一杯茶，覺得搞掂。其實人過50，脾胃最怕急，你食得太急，胃氣未開，成隻蛋落去，好容易頂住。食完又即刻坐低睇手機、睇電視，脾胃冇推動，滯氣更加唔走。你話咁樣點會化得開？最好係慢慢食，食到7、8分飽就好。食完唔好即刻攤喺梳化，可以喺屋企行幾圈，或者落樓慢行15至30分鐘。唔係叫你跑，唔係叫你操，只係俾氣血行一行，俾脾胃有機會運一運。中醫講動則生陽，人一喐，陽氣先起，陽氣一起，濕先有機會化。你日日坐住唔喐，再清淡嘅食物都可以變成負擔。第5樣，要學識睇自己有冇痰濕信號，呢一點比你記住食幾多隻蛋更重要。因為每個人身體唔同，冇一條規矩可以套晒所有人。你要學識睇身體講乜，朝早起身後黏唔黏，舌苔厚唔厚，大便黏唔黏廁所，
食完飯係咪即刻眼瞓？胸口係咪成日翳住？頭係咪昏昏沉沉？肚腩係咪越嚟越實？腳部係咪越嚟越重？如果呢啲情況越嚟越明顯，你就要少食支離，先健脾化濕，唔好再一味補。好多老人家唔識分，覺得攰就補，覺得虛就補，覺得老就補。其實身體有時唔係虛到要補，而係倒到要通。你個廚房水渠塞咗，你唔係倒更多湯水落去，你係要先通渠。身體都一樣，脾胃堵住，痰濕困住，氣血行唔開，你再日日補物入去，只會變成雜物。水煮蛋就係咁，啱用係營養，唔啱用就係添堵。咁水煮蛋最補身嘅食法到底係點？我俾你一個好穩陣嘅方向，唔好貪多。多數普通人一日一隻左右已經夠，唔需要日日兩三隻去堆。身體有病史嘅就跟醫囑調整，唔好孤立咁食，配菜配粗糧，減少鹹菜腐乳加工肉，唔好日日死板。今日食咗蛋，聽日可以食豆腐、魚、瘦肉、豆漿，蛋白質來源要輪住嚟，仲要留意身體反應。食完舒服，精神穩，號唔準，大便順，舌苔冇變厚，咁先叫適合。食完口黏、胸悶、胃頂、痰多，就算人哋話幾補，你都要停一停。如果你想更溫和，可以揀蒸水蛋。蒸水蛋滑，容易入口，老人家牙口差都食到。不過蒸水蛋都唔好落太多豉油，唔好落太多油，可以加少少蔥花，或者配啲青菜一齊食。番茄蛋花湯亦唔錯，番茄帶少少酸甘，可以醒胃。蛋打散之後份量分開，冇成隻蛋咁滯。紫菜蛋花燈亦可以，但血壓高要控燃嘅人，燉底就唔好太鹹。你見唔見到？重點唔係神化邊一種做法，而係令佢少油少鹽，易化唔滯。最唔建議嘅就係水煮蛋蘸豉油，配鹹菜腐乳，再加工肉，日日咁食。你話偶然一次，人生有滋味，唔使太緊張。但日日咁食，50歲後真係要小心。好多病都係從日日兩個字開始，日日一點鹹，日日一點膩，日日一點坐住唔喐，日日一點唔理身體信號，最後就變成一個大問題。養生唔係嚇自己，亦唔係虐待自己。養生係你知道自己年紀到咗，身體變咗，就要識得收一收，揀一揀，換一換。你以前食兩隻，依家一隻；以前配鹹菜，依家配菜；以前食完坐低，依家行一行；以前唔睇舌台，依家朝早照鏡，望一望自己條舌。呢啲全部都係福氣，因為你肯早一日醒，身體就少一日受罪。我最想你記住一句：補得入係氣血，補唔入就係痰濕。痰濕唔化，日久就成瘀，痰瘀互結，滅道自然唔利。水煮蛋只係一個引子，真正決定你血管清唔清、身體通唔通嘅，係你每日點食、點喐、點聽身體講嘢。人到50，唔好再迷信一樣好嘢食到底。呢個世界冇一種食物可以唔理體質、唔理分量、唔理配搭、唔理病史，人人日日食都一定補。雞蛋唔得，人參唔得，紅雜唔得，黑芝麻都唔得。凡係補物都要有分寸，分寸一失，補物都會變成負擔。分寸守得住，平常一隻蛋都可以食出安穩。所以由今日開始，你屋企有老人，或者你自己已經過咗50，唔使驚水煮蛋，但一定要停止亂食水煮蛋，唔好再日日兩三隻硬塞，唔好再配鹹菜腐乳加工肉，唔好再食完就坐住唔喐。唔好再明明舌苔厚、口黏、胸悶、血脂高，仲話我食水煮蛋好健康。健康唔係靠嘴講，係靠身體證明俾你睇。真正最補身嘅食法，唔係食得最多，係食得啱；唔係日日不變，係因人而變；唔係一味補，係先通後補。你脾胃通、氣血行、痰濕化、血脈順，一隻蛋先真係幫到你。你脾胃堵、濕滯困、血行慢，再好嘅補物都可能變成倒你嘅一塊石。50歲後保命唔一定靠大補，
好多時候靠嘅係一份清醒，清醒自己唔再年輕，清醒自己唔可以亂跟風，清醒自己每一餐都同晚年有關。你今日食入口嘅一隻蛋，如果有分寸，佢係滋養；如果冇分寸，佢就可能成為痰濕嘅種子。種子日日種，總有一日會長出結果。你想晚年行得穩、瞓得安、血脈通、人清爽，就由早餐嗰隻水煮蛋開始，食少啲執念，食多啲分寸。我同你講，真正有福嘅人唔係咩都唔食，亦唔係咩都敢食，而係知道咩時候該食，咩時候該停，咩時候該補，咩時候該通。水煮蛋呢樣嘢食得好可以養人，食得亂可以添堵。你信唔信都好，身體最老實，佢唔會陪你講大話。你今日肯改，唔係輸係醒。你今日肯節制，唔係苦係留福。留一條清爽嘅血路俾自己，留一副行得動嘅身體俾晚年，留一份小病小災嘅安穩俾屋企人。呢個先係50歲後真正識食雞蛋嘅智慧。